周星馳自從2022年10月正式開設個人社交平台賬號之後，開始頻頻同世界各地嘅網民同埋年輕藝人互動，仲大方分享滑水、寫揮春同埋同愛犬玩耍嘅生活日常。佢招牌滿頭白髮，配上溫和從容嘅笑容，同90年代片場入面出名嚴格、火爆，甚至會當眾鬧人嘅星爺形象，形成咗極之強烈嘅視覺對比。大眾好容易就察覺到佢嘅面相產生咗巨大變化。眉眼之間多咗一份平易近人嘅氣質，再揾唔到當年嗰種咄咄逼人嘅霸氣。過去嗰個為咗電影質素不惜得罪天下人嘅喜劇大師，今日展現出截然不同嘅長者風範，甚至會主動點讚其他藝人嘅搞笑短片。究竟周星馳由昔日獨攬大權嘅喜劇之王兼片場暴君，演變成今日大家眼中嘅慈祥白髮長輩，背後反映緊咩生理結構改變、影視圈權力交替以及事業心態轉型？要拆解呢個面相轉變，第一步必須從最客觀嘅人體生理衰老機制講起，而唔係單憑感覺去評論。年輕時期嘅周星馳面部骨骼結構非常突出，顴骨偏高，而且下顎線條凌厲，加上當年身形偏瘦，令到佢成個輪廓散發出一種帶有攻擊性嘅銳利感。隨住年紀跨過60歲大關，人體面部皮下脂肪同埋膠原蛋白無可避免會大量流失，導致原本緊緻嘅皮膚開始鬆弛下垂。呢種純粹嘅自然老化現象，反而將佢年輕時尖銳嘅骨骼稜角隱藏起嚟。最關鍵係眼部周圍嘅肌肉同埋眼皮慢慢下垂，徹底遮蓋咗佢昔日嗰種充滿警惕性嘅眼神。原本極具壓迫感嘅目光，因為眼角下垂而產生咗物理上嘅柔和效果，令觀眾喺視覺上直接接收到一種失去攻擊力嘅平靜狀態。面部肌肉長期嘅活動模式亦會改變皺紋走向，減少咗誇張嘅喜劇表情，令面相回歸平和。除咗骨骼同肌肉嘅物理變化，周星馳堅持唔染髮嘅決定，直接定調咗佢目前嘅公眾視覺形象。喺亞洲社會嘅傳統視覺語境入面，滿頭白髮往往象徵住長輩、智慧、退隱同埋與世無爭。當一個昔日嘅超級巨星放棄用化學染劑去維持年輕假象，大眾潛意識就會將佢歸類為已經退出競爭行列嘅前輩。對比翻香港演藝圈同年代嘅天王巨星，好多依然靠住嚴格嘅飲食控制同埋醫美技術去死守男主角嘅光芒。周星馳呢種徹底坦然接受衰老嘅姿態，反而幫佢洗甩咗娛樂圈特有嘅名利氣息。白髮蒼蒼嘅外表，配合佢平日中意着運動服、大鴨舌帽嘅簡約打扮，成功構建出一個鄰家爺爺嘅視覺符號。回顧翻拍攝少林足球嘅時候，佢仲係一頭黑髮，眼神充滿狠勁。依家一頭銀絲，視覺上進一步削弱咗面部嘅銳利度，令大眾自然而然將慈祥呢個形容詞同佢掛鈎。要理解今日嘅慈祥，就必須回顧90年代令佢面上變得極度繃緊嘅高壓電影圈環境。當年嘅香港電影工業處於極度瘋狂嘅黃金時期，資金密集，拍攝周期極短，所有嘢都係講求即時票房回報。周星馳作為絕對嘅票房保證，肩負住投資方天文數字嘅利潤期望。佢為咗確保每一場戲嘅質素，喺片場展現出極端嘅控制欲，經常現場臨時修改劇本，對演員要求極度苛刻，甚至直接干預導演嘅拍攝調度。呢種為咗藝術追求而衍生嘅作風，令佢當時嘅面部表情長期處於戰鬥狀態，眉頭緊皺，嘴角下垂，眼神充滿挑剔同不滿。佢需要用一種生人勿近嘅強大氣場去鎮壓住整個劇組，確保所有人跟住佢嘅高強度節奏走。喺拍攝《逃學威龍》同《審死官》嘅全盛時期，佢面對流水作業式嘅體系，只能夠變成一個獨裁者，所以當年絕對冇人會用慈祥去形容佢。踏入2000年代，周星馳全面轉型做導演同埋投資老闆，面臨嘅壓力性質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亦令佢嘅容貌經歷過一段極度憔悴嘅過渡期。拍攝功夫同埋長江7號期間，佢唔單止要兼顧幕前高強度嘅動作演出，仲要親自管理龐大嘅電腦特效預算同埋複雜嘅後期製作流程。呢個時期，佢同多位重量級合作夥伴發生嚴重工作分歧，
面臨住業界人際關係破裂嘅巨大挑戰。當時流出嘅幕後花絮可以清楚見到，周星馳喺骨幹成員離巢同埋資金壓力之下，面容急速衰老，表情充滿疲態同埋暴躁。佢要一個人扛起成個大中華市場嘅票房勝敗，嗰種獨力難支嘅孤獨感令佢嘅面上變得非常深沉同埋嚴肅。佢由籌備、揾投資到親自教戲，每個環節都親力親為，展現出一種為咗完成終極作品而燃燒生命嘅執拗，完全係一個處於備戰狀態嘅企業家面貌，同慈祥完全扯唔上關係。面上開始走向柔和嘅第一個重大轉捩點，係佢正式退居幕後，徹底放棄幕前所有喜劇演出。2008年上映嘅《長江七號》係佢最後一次擔任主角。自此之後，佢將自己由一個需要時刻面對鏡頭嘅演員，變成一個隱藏喺監視器後面嘅創作者。當一個演員唔需要再為咗角色去維持特定嘅體態，唔需要再喺大銀幕上面承受觀眾對佢容貌嘅逐寸嚴格審視，佢心理上嘅容貌焦慮就會大幅度降低。周星馳唔需要再逼自己展現出招牌嘅無厘頭誇張表情，亦唔需要再迎合大眾對星仔嗰種活力充沛嘅期望。喜劇演員嘅工作係將自己嘅身體當作工具，每一次演出都係對神經同肌肉嘅極度消耗。卸下演員呢個沉重嘅包袱之後，佢終於可以容許自己嘅面部肌肉跟隨自然規律去放鬆。一個唔需要再靠出賣面部表情嚟換取票房嘅人，容貌自然會流露出一種釋懷同埋如釋重負嘅平靜。隨住《西遊降魔篇》同《美人魚》喺內地電影市場屢創票房神話，周星馳喺影視產業鏈入面嘅地位已經攀升到頂端。呢種絕對嘅權力優勢，亦反向塑造咗佢嘅溫和面相。以前佢需要喺片場同投資方定係其他大牌明星激烈爭奪話語權，必須要用強硬甚至兇狠嘅姿態去保護自己嘅創作意念。但去到美人魚時期，佢已經係無可爭議嘅資本大佬兼票房保證，成個劇組甚至幾間聯合出品嘅影業公司都要睇佢眉頭眼額。美人魚當年喺內地大收超過33億人民幣，創下華語電影歷史紀錄。呢啲天文數字背後代表住佢已經建立咗一套成熟嘅商業運作模式，唔再需要單打獨鬥。當一個人擁有絕對控制權，生活同工作節奏受到高度保障，壓力來源由生存問題變成純粹嘅藝術抉擇，佢就唔需要再隨時隨地展露獠牙去立威。真正嘅掌權者往往係內斂同埋和顏悅色嘅。令大眾對佢產生慈悲印象嘅另一個重要客觀因素，係佢多年嚟面對舊拍檔指責時所採取嘅零回應公關策略。過去20幾年，多位曾經合作無間嘅導演、演員同埋投資人，先後喺公開場合嚴厲批評周星馳性格孤僻、視財如命同埋忘恩負義。面對呢啲排山倒海嘅負面輿論攻擊，周星馳從來冇開過一次記者會澄清，亦冇喺任何訪問入面惡言相向去反擊對方。佢選擇咗最極端嘅沉默應對。喺大眾心理學層面，當一方不斷謾罵，而另一方始終保持沉默同埋微笑，時間一耐，公眾嘅同情心自然會向沉默嗰方傾斜。佢呢種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嘅態度，成功為佢塑造出一個胸襟廣闊、不屑與世俗爭辯嘅高人形象。網民開始覺得佢係一個孤獨嘅天才，被世俗嚴重誤解。大眾望住佢滿頭白髮，仲要承受千夫所指，自然會為佢加上一層委屈同埋慈祥嘅強大濾鏡。踏入2022年，周星馳高調進軍 Web3 領域，同埋開設 Instagram 賬號。呢個係一個極具戰略意義嘅人設重塑工程，直接推動咗慈祥長輩形象嘅全面普及。新一代嘅互聯網文化講求扁平化、溝通同埋強烈嘅互動性，高高在上嘅神壇路線已經行唔通。周星馳非常清楚，要吸引全球頂尖嘅科技人才同埋年輕一代嘅創作者加入佢嘅新項目。佢必須打破以往神秘難以親近嘅刻板印象，所以佢喺社交平台上面展現出極度貼地同埋幽默嘅一面。佢會親自回覆網民嘅搞笑留言，會畫圖送俾粉絲，甚至會拍片展示自己聽其他歌手唱歌落淚嘅誇張反應。社交媒體平台嘅演算法同埋視覺呈現方式本身就傾向放大人物親和力。佢利用呢套現代網絡公關玩法，主動向外界釋放善意，成功將佢由一個遙不可及嘅殿堂級導演轉化成一個識得玩梗嘅潮流長輩。配合社交網絡嘅親和力，
周星馳近年嘅工作重心亦全面轉向培育新人同埋開發衍生 IP。呢種提攜後輩嘅行業角色，進一步鞏固咗佢慈祥長輩嘅形象定位。由籌備少林女足開始，佢公開舉行全球海選，親自面試大量年輕女演員。喺各種宣傳活動同埋幕後花絮入面，佢嘅肢體語言同以往完全唔同。以前佢係畫面嘅絕對中心，依家佢會主動退到一邊，將鎂光燈同埋發言權交俾新一代星女郎。傳統華人社會對於前輩嘅最高評價就係慈恩。周星馳依家正係扮演緊華語喜劇界大家長嘅角色，負責將周星馳呢個金漆招牌嘅商業價值過渡落去新一代身上。為咗令投資者對新人有信心，佢必須展現出包容同埋扶持嘅態度。觀眾睇到嘅唔再係一個挑剔嘅導演，而係一個對影視圈未來充滿期盼嘅老人家。佢面相上嘅慈祥，其實係行業角色，由前鋒退居教練嘅外在投射，喺更深層次嘅公眾心理投射機制入面，大眾覺得佢變慈祥，其實係因為周星馳成功將真實嘅自己同銀幕上嘅星仔進行咗徹底嘅切割。幾十年嚟，觀眾一直將《大話西遊》入面嘅至尊寶、唐伯虎、點秋香入面嘅唐人同周星馳本人直接畫上等號，強烈期待佢喺現實生活都會古靈精怪、串嘴兼且無厘頭。但事實係，周星馳本質上係一個性格內向、不善交際，甚至帶點悲觀主義嘅人。隨住佢遠離幕前，加上年紀漸長，佢再冇精力，亦冇必要去維持星仔呢個充滿能量嘅虛擬人格。滿面笑容同埋白髮蒼蒼嘅慈祥面貌，其實係佢建立嘅一幅堅固保護牆。佢用一個無害溫和嘅長者形象去面對世界，等同明確話俾觀眾知，昔日嗰個百厭星已經永遠留咗喺電影菲林入面。慈祥嘅面相令佢獲得咗免除公眾娛樂責任嘅特權，佢終於可以除下喜劇面具，展現出普通人應有嘅平和狀態。絕對唔可以忽略嘅係，周星馳面相變慈祥，很大程度建基於觀眾自身年齡增長所產生嘅時代懷舊濾鏡。當年睇住《逃學》《威龍》長大嘅80-90後觀眾，依家全部都已經步入中年，經歷過社會嘅洗禮同埋生活嘅磨練。當呢班掌握住互聯網輿論話語權嘅觀眾重新審視周星馳嘅時候，佢哋投射嘅唔單止係對一個巨星嘅崇拜，更加係對自己逝去青春嘅緬懷。見到周星馳老去，觀眾會有一種歲月催人老嘅強烈共鳴，因為呢種深厚嘅情感連結，大眾會本能地用最美好、最溫情嘅詞彙去形容佢嘅衰老。我哋選擇用慈祥去定義佢嘅白髮同皺紋，其實係因為我哋唔願意承認當年嘅喜劇之王已經老態龍鍾。呢種集體潛意識嘅美化，將佢臉上所有因為歲月流逝而產生嘅物理變化，全部翻譯成智慧同埋善良嘅象徵。觀眾其實係同自己和解緊，只係想喺佢身上揾翻溫馨感覺，將周星馳放翻入香港娛樂圈嘅大環境去客觀對比，佢面相上嘅慈祥會顯得更加立體同埋罕有。香港有極多同齡甚至年紀更大嘅頂級男藝人，依然極力維持住年輕時嘅外貌特徵，染黑頭髮、打肉毒桿菌、瘋狂健身，試圖去鎖住時間。呢種對抗自然規律嘅掙扎，雖然令人敬佩佢哋嘅毅力，但往往會令面部表情變得僵硬，眼神流露出一種唔服輸嘅狠勁同埋焦慮。相反，周星馳選擇咗一條完全投降嘅路線，佢冇任何容貌焦慮，任由頭髮變白，任由面頰鬆弛，完全唔掩飾歲月留低嘅痕跡。一個曾經企喺華語電影商業巔峰嘅人，願意以最冇防備嘅衰老姿態示人，本身就係一種極高境界嘅自信。佢唔需要靠一副緊緻嘅皮囊去證明自己嘅價值，因為佢嘅經典作品已經幫佢喺電影史上買咗永久保險。呢個放棄外在抵抗嘅對比，令佢嘅慈祥更加無可挑剔。綜合各方嘅觀察同埋行業發展軌跡，關於周星馳面相變慈祥嘅討論，一直存在住客觀事實同埋主觀解讀之間嘅激烈交戰。從生理同化學角度去睇，滿頭白髮同面部肌肉下垂係無可爭議嘅自然老化現象。呢個係所有人都要面對嘅物理結果，但坊間一直爭議嘅係佢心態上究竟有冇真正變得溫和。有支持者堅定認為佢開設社交平台頻頻派福利係真正放低咗過往嘅執着，修心養性。亦有資深行業評論一針見血咁指出，
呢啲只不過係為咗推動 Web3 新盤同埋電影宣傳而精心策劃嘅公關手腕。事實係佢昔日片場暴君嘅事跡確實存在，而今日社交媒體上嘅親和互動亦都係肉眼可見。兩者並冇互相排斥，只係唔同人生階段、唔同利益訴求之下所展現出嚟嘅生存策略。面上嘅改變，正正係呢兩股力量交匯嘅視覺證據，反映出佢極高嘅適應能力。去到最後，解答翻一開場提出嘅核心問題：周星馳點解愈老愈慈祥？已經確定嘅答案係歲月帶走咗佢面部帶有攻擊性嘅骨骼稜角，退居幕後，令佢徹底卸下咗演員必須維持嘅高壓面具。資本權力嘅絕對穩固，同埋擁抱新世代社交網絡嘅公關策略，共同推動咗佢主動展現親和力。至於佢內心深處係咪真係同外表一樣與世無爭？過往同舊拍檔嘅種種恩怨係咪真係已經徹底放下？呢啲牽涉個人深層心理嘅部分，至今依然係冇公開答案嘅謎團。但我哋可以肯定嘅係，周星馳非常聰明咁利用咗自然衰老嘅特徵，配合精準嘅市場定位，成功將自己由一個鋒芒不露、充滿爭議嘅喜劇巨星，完美過渡成為一個符合大眾情感期待嘅慈祥長輩。呢個絕對係香港娛樂圈最成功嘅形象轉型案例之一，亦證明咗佢控制大眾認知嘅能力依然係頂級水平。唔知大家對周星馳面上變得慈祥呢件事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多謝大家收睇娛樂真相館，我哋下次再見。